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9，彼得前书1章13节安尼讲，所以恁的心志着准备好势，着警醒。专心毋忘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要赐恁的恩典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心志着准备好势，甲着警醒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圣洁、公义、信实的上帝。你是早得的，现在得的，将来也永远得的的全能主宰。主啊！你的阳光充满伫天地，你的慈爱永无变换。主啊，我要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家己来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了你的至圣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心思意念无对世界来行，互阮无受各样的试探来动摇。主啊，求你赐阮警醒的灵，互阮伫每日的生活中，拢谨慎家己，来活伫你的光明中。求你互阮准备好势来警醒。通伫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来得到你所赐的恩典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